一蕊玫瑰一丛花，伊君心顶伫土地，不惊风雨，不惊雪，坚强徛在无怨嗟。伊是告诉下玫瑰花，着含在家。一蕊玫瑰一丛花，这条歌叫做《玫瑰》，是林良铁作词，朱玉信作曲主唱。歌词是要表达对日本时代的文学家杨贵一种尊敬的心情。是讲吉他叮叮叮的朱玉信，经过无几年，就改一个艺名叫做低头皮，发表3集笑亏念歌。无论讲来放尿，还是外好你敢知，还是大家来选记者的歌，当时拢轰动社会。总讲一句，不管朱玉信还是低头皮，拢共一粒心肝，共一粒热乎乎的心肝，要为台湾歌谣来尽心甲拍拼。咱大声要来听台湾 rock 摇滚的天王伍佰，讲几句对这个知己的好朋友低头皮勉励的话语。伊的歌足特别的，你无需要足复杂的编曲，伊的歌的意思就会出来。我感觉伊的词写足好，伊的词意思清澈，用的字足丰富的。你若去因兜，你会惊死。伊的饼，伊的饼，伊的天棚，伊的涂骹，规拢资料。你若像去迄种图书馆吼，2杯、3杯典藏啊，太夸张的，有够惊死人的济。伊是会行路的图书馆。我去1、2摆，我就知影讲，伊的头壳内面缀足侪物件。所以讲，伊遮扭一个，遮扭一个，遮扭一个，啊，佮加上伊家己的相信的物件，伊写出来的歌词，一定是浅的，一定是，甚至讲你想要讲的话内底，啊，而且伊咧讲的话又佮足清澈、足直接的，伊有高学历、高知识水准，啊，伊有足坚强的信仰，无论是宗教的，无论是社会价值、社会价值的，无论是家相信的，伊拢有足坚强的信仰。所以讲，伊的歌其实基本上是伊的武器，伊用伊的歌来宣传伊的信仰。往事为着你，往事为着你，所的歌的诗。是你，往事为着你，我不敢讲出嘴，失落你。乡土的心，什么时阵啊会来捡起？强行着爱无惊兄的死，拢是为着你。
我想袂讲出嘴，失落伫时代的心力，什么时阵啦会来捡起？强行着爱有疼心的事。拢是为着你，我已经讲出嘴，心情了，冬天过去，草啊发艳，春风吹起，念咪将歌来唱起。拢是为着你，拢是为着你，拢是为着你。拢是为着你，拢是为着你。朱玉信就是猪头皮，人伊即马叫做猪头皮。名作曲家、名歌手、新台湾歌的领袖，老师欢迎。无啦，新台湾歌的领袖，陈明章、廖光歌、伍佰、林强，哦，太是领袖。啊，我对尔啦。老师，你即马是咧讲，我这个主持人眼光无好就对啊。主持人吼，伤客气啦。啊，就感恩啦，今仔有机会来古镇的节目吼。阮顶日站都咧做新唱片的木主嘛，啊嘛甲阮斗赞助，所以我今仔来送货啦。感恩，谢谢。这上新的防疫清冰箱，哦有无吼？啊，这上早1991的头一张，哦感恩，今仔来送货啦。对。咱头拄仔咧听伍佰咧讲伊甲你的交情，你嘛是认定讲伊是足要紧你的人情人对不？对啊，其实我会入唱片界吼，伍佰是扮演足重要的角色。一开始入去这个水晶唱片吼，都无代无志吼，录一个 demo 卡带，啊摕去互赵一豪啦，赵一豪嘛算我的大恩人就对啦。赵一豪甲我的卡带摕去唱片公司啦，啊头家水晶唱片吼，啊就听着讲来出唱片啦。我讲安尼就要出啦，啊就出啦。啊了后就入水晶唱片做了吼，啊伍佰就熟悉嘛，啊我的唱片内底伍佰嘛来弹电吉他。啊了后时伍佰就介绍我对主流啦，真颜色内底甲一个跳舞的小朋友团体叫做 Party 的就对啦 ，Party 的做一个 Monkey on My Back 吼，啊了后才正式进入主流啦。所以伍佰当讲是我进入主流的第一大功臣啦。迄个时阵，咱所谓的主流，连伍佰的老师伊家己嘛还佫无啥搭入去，大家拢还佫伫外口面咧拍拼啦。迄站就是吼嘛，真歹分啊，什么主流、非主流、地下、地上吼，所以真侪是这开拓先锋吼，啊小弟真有荣幸有机会
加入就对了。譬如讲什么新台语歌运动种种啦吼。啊，我其实我就跟风嘛，都红伊煞话尾吼，都反正因若做，我就讲哇，安尼嘛袂歹，无做看卖吼。所以吼，因遮真正500啊，掠公歌、林强、陈明忠，才是我的老师啦。上出名一个台湾歌谣专家，就是曾永明老师。是。迄个时阵听讲，你甲伊玩是玩啊足重啊。在阮咱研究所时代吼，去参加这个简尚仁老师，简老师嘛是算阮的先辈啦吼，嘛算阮养分的来源的对。简老师定定办一寡台语歌谣演习营，阮去参加。啊，曾永明老师就来演讲，曾老师伊就牵一寡诗互阮，阮就看看吼，因为一个歌吼就是有词有曲嘛，啊有乐器伴奏，有唱嘛吼。啊，所以这个简尚仁老师就甲阮结合起来，做一个歌谣的这个做演习班就对啦吼，啊写作班。啊，有人会晓弹乐器，有人会晓写词，有人会晓写曲，有人会晓唱台斗做伙。啊，阮袂晓写词呢，阮就先摕曾永明老师的词来做练习。哦，啊，就所以家己的歌有东处西处，吼，啊了伊嘛真欢喜安尼吼，来互阮用着嘛真欢喜啦。啊，不过当之后阮变低头皮，曾老师就真感冒啦。对，毋说我讲你两个玩手足重啊。啊，所以嘛是起落落，有当时咱都伫即个唔知影啥物情形之中慢慢学习啦吼，啊慢慢讲老大人甲你骂讲你即个用台语安尼勇敢好，咱就甲扣现吼，就老大人拢有老大人的心意啦。但咱即马咧看后一辈嘛是共款啦，后一辈可能话台语嘛讲得无啥会好吼，伊有起初爱要写台语歌，啊咱到底是要讲你这连台语都写袂好，你是咧讲写物台语歌？你想台语歌好趁呢啦？或者是讲咱有人甲鼓励，伊若真正写毋对，咱用一个适当的方式。吼，讲恁这到底安尼讲？阮是讲四肢无力，你写四肢无力是恁有迄个所在是有安尼讲还是安那？凡是伊去研究了，伊才知影讲害写毋对啊。即马拢是安尼，我有哪有会啊啦？所以吼，对即个后辈吼，若只要有写台语，拢甲鼓励。若是咱后辈要写台语吼，咱需要一寡指导的话吼，我甲你讲，国珍吼，低头皮免费甲你指导，甲你找字，甲你正音。甲你调整即个颠倒音，无落雨就落雨，毋通变落雨，对无？天乌乌要落雨，还是未落雨，才写对。你著要写未落雨，要落雨啊！有一寡少年朋友因毋知，但是因对台语有热爱嘛，所以因较要用台语。所以有毋对的部分吼，咱甲你斗调整，甲你斗处理吼。请阮食顿饭就好，吼，安尼知毋知？知吼，决定了就是安尼。老师奇怪，你头拄仔讲安尼吼。我连一句都无在调查呢，啊！不过我的心理甲你共款，就是咱若真正看到后辈有想要找斗相共，伊歹势甲你讲的，伊毋敢甲你讲，咱拢大师嘛。但是呢，咱得想办法找到。你脸书甲我找落，吼，迄个其他要趁钱的机会，咱无兴趣。但是这款对文化、对咱未来台语吼重要即个传承甲教育吼，咱马上出来，无甲你摕半仙钱，2个便当就好，安尼好毋好吼？话字甲迄个无好吼，人听毋到意思去。所以咱要注意这啦，但是嘛毋通互即个字完全去白死吼，白死。所以即个字甲词中间吼，一定有一寡真水吼、真适合的小度啦。所以咱若万不离。这个字的意思足好，音唔对，改音哦。你的 melody 足水，但你的字的意思就唔对，改字哦。你个个人玩就拄啊好嘿。所以吼，这足济啦，随时记吼记袂完有影嘿。你讲这个老师，这个前辈，拄开始是想甲你其实吼，咱讲起来嘛真歹势，咱伫高中的时代拢听西洋歌嘛，甚至对台语歌有一点仔看无啦。看无，你嘛有这个经过？嘛有这经过，我就感觉人迄个 Michael Jackson、人 Queen 啊，对无？人迄 Bruce Springsteen 较赞啊！你这台湾的什么歌歌，所以会对这个台湾出的，不管华语啊、台语吼，会看较无。慢慢甲，所以我讲掠光歌真重要。掠光歌出来，伊用这个足成的西洋的摇滚，还是嘻哈饶舌的节奏去做。所以掠光歌互阮足大的冲击。你要陈明忠出来，陈明忠出来吼，伊迄旋律真水嘛。但阿忠嘛是定定有一寡字吼，对了无啥，有人时我甲问吼，但伊是大师咧，伊是天才啦，听无啥我咧讲啥。了后林强出来吼，我感觉林强嘛是真关键的，是讲伊这离开故乡遮多年，即马毋知为虾米，伊迄字甲词吼有肉啦，有肉所以我嘛定伫演讲会讲着，就讲陈明忠互我真大的学习，对台语的学习，但是林强互我对即个音韵吼。
会加起来吼，啊了后佮去上即个感上人老师的课，佮愈较知。所以我咧写歌会真注意这。先来听这条真正的老师有史以来头一摆伫镜头头前，重新搁再演唱，大家来选举。哦，这真正麻烦，这都做了都毋捌唱过，足麻烦的。啊，加上恁这要搁选这条，我有机会，感恩啦。叫呀，较紧的哦！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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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开咻落开咻。迄全世界司机啊，拢真歹。这边咧有地动啊，迄边有水灾。哎哟，有人火车、汽车是乌白驶，哟，嘛有迄个做飞机雄就掉下来。哎哟，这款的情形啊，愈来会愈害，哟，需要有人勇敢甲跳出来。对啦，毋是咧顶英雄，毋是耍无赖，是要替咱改操啊，要换得好。嗨呀，乱！你唔通乱，你唔通冤，你唔免埋怨。你为台湾有化创关足操烦哦。你唔通烦，你唔通慢，你前途灿烂。该怎么办？开门见山，苦尽说寒呐。选，我的选，你唔通选，你唔通转，你唔免埋怨。你为台湾小做旁观都不算哈。你唔通烦，你唔通选，你这种爽谈。你无平凡，你往狂澜，苦尽选有谁好？你若无选，我会更苦。希望你较紧出来，免搁等待，创造时代，为民除害。我的烧香来为你拜拜，你唔通嗨，不知好歹，较紧出来，翻江倒海。你若点头，我替你安排。你若出来选，阮就有希望啦吼。啊，实在是歹趁，又搁税真悬的吼。啊，所以若选着了吼，请着多多帮忙啦吼。啊，咱的前途就靠你来大同款啦吼。若有啥物好康，爱保阮趁啦。若有啥物麻烦，先叫阮选啦。啊，希望有你这条做啊，原来就眼光啦。咱来并肩作战，救台湾。希望你较紧出来，免搁等待，创造时代，为民除害。我的烧香来为你拜拜，唔通咧开晓咧不知好歹，较紧出来，翻江倒海。你若点头，我就替你安排就对啦。有水好，啊你若无选，我会更好。选，好得来走，选。更叫呀！你嘛小等一下哦。是安那讲对朱玉信会变做猪头皮，这一张插口笑呢。老师亲像迄个来放料，亲像大家来选举这个歌，这种过去无的呢。这真趣味，我甲你讲，咱吼 ，Ladies and gentlemen， 哦 ，Would you please attention？ 吼，就是咱差不多3分钟吼，就当甲我真古早吼，甲即马30年的历史吼讲完啦吼。一开始吼，伫即个最近唱片出的即个个人的专辑1991吼，是较偏吉他嘛。较偏民谣的风格啦，吼。是安怎无当看？
迄阵唱片公司就招我，就去搭单，就招58来斗伴奏，搁招另外一个叫做普的分萨克斯吼。迄个唱片出来了吼，就另外，搁过无偌久吼，伊嘛1991年底，就招陈明忠58，大家做伙用一个叫做板凳吼，板凳的专辑，内底我就甲民谣变做有较摇滚一煞啦吼。望春风，望春风啊，望春风，我来望春风咧。搞怪了，望春风、波波王、乌鸦秀甲斗的做伙。望花波呀。了后都有机会，1993出一个《鹅妈妈出嫁》吼，嘛是用这个民谣的风格吼，但是咱就是向这个台湾文学的先行者杨贵吼来致敬啦吼。阮兜一只鹅妈妈自细汉就甲阮做伴，伊喙尖尖咧尻川大川，行来行去煞看无影，翁行某对翁行，奇怪，敢若生人袂生囝。哦，迄个时阵了，了后无代无志，1994就变低头皮。对。低头皮迄一支吉他就真麻烦，迄个我是神经病，我是神经病，我是神经病。所以的嘻哈饶舌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了后。了就慢慢变摇滚啦，变摇滚吼。我伫2000年得一个金曲奖，一个年度最佳台，迄站叫方言哦，方言男歌手。了后才改台语啦吼。迄时阵就做一个较摇滚的风格吼。回头食甲我40外，一个月总赚这2万，我咧无厝通好徛。2000年出了。就退出歌坛。所以讲到这，我先给你讲一下。2000年这题得金曲奖的，记者拢无我讲的准，因为这题的歌名，你家己本身讲的，我有注意，甲你品一个，讲我真正你的歌名。这条歌叫做《傲骨人生》，但是无人会晓讲对无？无人会晓讲，咱看拢怪怪，傲骨人生，就反正咱长期以来拢咧搞怪就对啦，应该是真骄傲、真有骨气对无？但是你台语名念五国是啥？但毋是咱挑工甲台语、甲华语吼南斗阵，所以咱讲傲骨人生。你人生实在足傲骨的，艰苦过，可能娶无某啊嘛无工课，但是你嘛是真骄傲、真有骨气。所以咱做即款的解说甲搞笑就对啦。阮2000年吼出即个得金曲奖了后，就退出歌坛，一直到2016，甲即马2022嘛吼，一直到足后壁时吼才出来，就拄着一寡。真厉害的爵士乐手所以我即马变咧做爵士啦。画社的头前是长长的草埔，古云啊车驶过大雾落雨，所以吼。我的这个音乐水准吼，怎马上提升搁一个层次。感谢这个爵士音乐的老师。所以你要看我30年的生活，歌坛的这个出头，5分钟讲完吼。无老师，头拄啊听你咧唱《低头皮》笑开念歌吼，干那安尼小可点一个，那实在无够啦。咱咧讲唱民谣，也是小可已经加淡薄 rock 的味。毋过要下过来到笑开念歌，这是加足侪盐，加足侪味素，加足侪过去无人试过的成分。其实上大的功臣吼是罗百吉。哦，罗百吉是一个天才，对洛杉矶岛一个搞怪囡仔，伊拢用一寡足奇怪取样编曲。sampling， 伊个 sample 哦，即马个 scratch， 所以我是神经病，迄个歌是安怎来？伊先甲词起又好，编曲，搁一寡结构做好，我甲加句吼。加 B 吼，倒啊伊啊摆入，我才填即个词入去。所以迄个时阵会变迄个真，因为风格吼，风格除了词曲唱之外，编曲嘛是一个重要风格形成嘛。所以迄阵我会变做嘻哈，变做街头，变做舞曲，上大的功臣就是罗百吉。所以我永远对罗百吉吼嘛是心存感激啦。若是无罗百吉嘛无低头皮吼。所以迄阵就是像即个物件拢足歹用吉他表现的。所以伊迄物件就是拢超出咱所有的即个音乐的知识，伊毋是用迄啥物和弦、啥物乐理，拢毋是，伊就是一个足奇怪即个取样编曲 sampling arrangement 的安尼做，所以我就还没合作。咱们唱片公司的头家倪崇华嘛趣味你就来，就罗百吉编嘛，就你自己制作，唱片一般分足有啦，词曲、客话、唱的。
编曲的，个制作人、录音师种种嘛。迄阵伫水晶唱片公司吼，也是伫真颜色吼，有人时啊头家家己开玩笑，我1500很方便啊，词跟曲制作乐器自己搞定啊吼。因其实是因为因介即款的音乐啦。迄阵迄个水晶唱片公司的阿达嘛是讲，反正这个词跟曲都自己来，唱也自己来。制作人哦，你如果要去找李宗盛来制作也太贵哈，你就自己弄啦，试看看啦哈。其实是因为可能经费有啥物问题，一开始水晶唱片咧出单名中，摕一个 DAT 的 recorder 走去文化大学，就唱，现场唱就落落来啊，迄成本偌济，了就压做卡带、压做 CD 出去卖啊，结果迄张变经典。所以有人写伊是一种环境有算也好，还是环境限制，颠倒有即个无穷的创意怎走出来。所以我若真幸运有机会和这些人做工课有人写去校演讲，学生来问老师这制作人、音乐制作人到底做啥？制作人咧和罗文书开讲啊，和小弟开讲啊，看当时大家巴肚枵叫便当啊，都无一定讲什么形式做出来音乐才是标准安怎啦所以咱无一定照迄个工业所以即马逐项拢学爸母甲即马嘛有一点有机会来上节目讲一下嘛表示讲可能淡薄仔有成就啦有机会甲即个故事讲出来，真感恩就对啦，感恩。无论民谣，无论嘻哈，无论 rock， 真侪只无共款的音乐的形态，是老师头拄仔咧讲，第一家己下落去了，你是啥？你是台湾社会观察。阮迄阵面，阮大学生拢最爱听李文源嘛，有机会上李文源的节目足欢喜呢。伊去第一句还问讲，朱约信，你这里面都没有情歌你没血没泪啊！你好政治哦。但我雄雄的想讲，为什么那么政治？就不光内底写的有关这个教官退出校园的运动啦、乌名单的运动啦，还是讲环境的。其实就是我的环境嘛。我是把我的环境写出来安尼尔嘛。有的人写情歌较济，可能是伊逐日拢在谈恋爱嘛。离婚、结婚、生囝，离婚、结婚、生囝，自然就写做个情歌就无嘛。所以我就写真少情歌。我唯一伫第一张专辑内底所有听起来敢若情歌是唯一是曾玉敏老师迄个为着即个失落的台湾的心其实伊是对台湾的爱，但是因为较柔嘛，所以听起来敢若情歌。所以人会讲你哪会安尼，你爱安尼你雄雄甲我问我嘛听无。我生活就安尼一个歌者，也是讲一个作家、画图的人、拍电影的人，敢毋是甲伊的生活的经验提出来互大家看吗？有人时雄雄想讲到底是安怎会变啊？你叫我回头想，我嘛搞不清楚呢。就拄着就试看卖，试看卖，佫有真侪工作同仁、客户、唱片公司开钱、MV 啦种种来处理，即个物件才会成就啊。所以我是不尽的感恩啦，有机会来讲这个故事若对大家加减有点帮衬扣去用啦，扣去用唔免钱。大到阮爸讲的大兄，定感觉无依无我，真可怜。大汉兄，行行路，无人要叫我签名啦，搞咧。若是安尼，我一生甘愿继续玲珑世，美丽的梦来，思路比梦咧较后贵咩？无论我搁有你上，搁有Hello Kitty呢。别人的签名会，随便凊彩彩就几落万个我拜托同事，我的小妹加做我的歌迷，我咧要尽量陪，头咧咧哪会安尼？当
初想讲我咧做歌星，上无嘛互看口目地，想要到迄个太帝王的，竟然拄着我。我会唱歌的，想来就几百岁啊，想来就几百岁。我是大歌星，你敢会放我尊重的哈？每一场出名的头家，拢甲斟酌听好势。我三不五时去恁遐行行踅踅咧，检查看我的 CD 到伫咧畅销排行榜内底。若是排伤低，就甲排较悬咧；若是袂甲剩一地，就较紧甲补回。安尼，咱就维持健康良好的关系。令你我若红到想超过，你要叫我签名装小的，我毋才会当随时奉陪。谁理你呀？拄我讲的迄啥？迄大歌星的故事哦，像只有梦中才会实现。你较早困口面就对啦，现实生活中，拢嘛得爱找我来景嘿，才看到一间在卖，袂歹，还佫有一间乌嘿，拢摆伫个壁角，纸箱我纸咧好了然，先纸摕出来，骹目甲切切的。红歌星，红歌星，无名的红歌星，恁会晓唱我的歌袂？嘿，就是那个光，就是那个光嘿，radio，免歹势，我会拍拼到面皮，有一天我一定会变成大歌星。红甲尖起来超级大歌星，猪头皮就是我小学啊的nickname绰号。阮妹妹可能叫猪小妹，阮弟弟可能叫猪小弟。啊，阮细汉伫台南吼，就画着腮腺炎，面膨起来，低头皮。啊，人若画着一礼拜就好，我画着几个月。啊，所以低头皮这个名都对我对调的。啊，因为一开始真颜色的想要做这个趣味的嘻哈。鸡头的这个物件，所以讲，这个名字好哦，猪头皮好哦，所以的和这猪头皮 ，pig head skin， 哦，阿达玛卡哇，就反正就怎用安尼来啦。啊，尾仔我出到1999的时阵吼，我直接傲过人生的 subtitle 的边仔就写猪头皮就是朱月信嘛，我就写伫边仔嘛。啊，了过10几档，我其实迄阵就想讲。唱片是安尼啦，唱片你要做吼，录音爱费用嘛，啊设计什么拢爱费用嘛，凊彩100-200万走袂去。魔眼唱片伫迄个时阵，就差不多甲一个抗战吼，500啦、张震岳啦、陈绮贞，迄拢出嚟家己成立公司啦。啊，我就当嘛出去啊。啊，所以等到拄有机会要回归的时阵吼，想讲你要叫朱约信猪头皮，啊，规个斗做伙啦。朱约信加猪头皮吼，朱约信加猪头皮，猪头皮。安尼较简单啦，所以我即马就用猪头皮啦。头拄仔阮听到老师咧讲朱约信吼，真济不听，较了解台湾历史的朋友一定会记甲讲。较行啊来就知啦。老师，这是毋是因为你身为毋是讲第一代基督徒，已经爸母就甲你好啊？毋知几代啊，4代啊迄款。因为阮的名是阮爸爸甲阮号的嘛。啊，伊像阮弟弟叫约瑟，阮佮另外一个弟叫约乾，乾成的乾，吼妹妹叫约真、约欣。就是这拢是做教会的名啦，啊特别阮第3个弟弟叫约瑟真趣味，约瑟是耶稣的爸爸呢，啊耶稣的爸爸是阮小弟，啊我变耶稣的大舅啊，啊所以其实拢合作的宗教名，所以我国中的时阵，这护理社的头家就看我的名，哦你教会的哦吼，所以我的名是做教会，啊因为迄阵真颜色因要出较叫 funny rap 吼，就笑亏念歌，啊所以就建议讲改一个较趣味的，啊所以。我的名就是真宗教，啊，我真细汉，我的印象就是阮阿嬷搁去哩，可能阿祖，所以我现在第4代啦，到阮查某囝就第5代去啊，所以拢伫长老教会啦。啊，长老教会对我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阮真细汉吼，伫教会内底，牧师咧讲道，
看圣经、读圣经，啊嘛有一寡音乐教育，伫教会学着是莫扎特、巴哈加嘛，所以有真侪主持人讲，朱老师，你这个音乐的养成哪里来的？我拢听莫扎特、巴哈对遐来的，啊了呢，牧师长老就住咧阮兜，吼啊徛过子看摔角，迄阵看迄个细地录影大贝塔吼，啊交国民党，迄阵我细汉的生活就是安尼，啊所以吼，这自然的影响，因为咱知影长老教会。对台湾的这个社会关心相当的深嘛，啊，所以我受到长老教会真大的影响，所以我的歌内底有写了真侪社会政治种种哦，拢是伫长老教会养成啦。教会人讲一句足简单，就是讲，你耶稣若做啥，你就做啥。所以我会较插政治、环保、关心动物、人权种种，或者比如讲关心真侪同志的朋友。拢是因为阮学习耶稣的款式，阮相信讲耶稣若伫的，伊就是会做即种的歌；耶稣若伫的，伊就是会做即款的选择。所以信仰上即个教会啊，即个耶稣对我影响是不离啊大啦，大到有够咧大的啦。有一摆，老师我所在，原来因为你咧写支持同志运动的歌，造成教会内底真侪，对，原来不赞成。阮长老教会支持同志，甲无支持同志一半一半啦。啊，另外可能较华语的教会是跑转倒啦，吼，这拢无支持啦。啊，阮的反省是安尼，就是讲，若是耶稣吼，伊看到这同志受到压迫吼，堪看到渔民、妇女、原住民受到压迫是同款心情啦，伊袂生气也批判啦。其实吼，咱要譬如讲，一个朋友若讲食薰食足重，还是食酒食足重，你希望伊爱改掉嘛？你是要徛咧甲骂？啊，伊会改，还是你陪伴伊，吼，反面好言相劝，还是你开时间听伊咧讲伊的心声，吼，所以这是面对信仰、面对同志也好，面对渔民、弱势原住民，面对食薰食毒的人，你干那甲骂，伊敢会改？你爱做伊的朋友，听伊讲伊的心声。老师，我所在，你原来做真侪甲教会对啦，阮就因为长期以来，阮就反正教会若定有需要办音乐会，阮就招大家斗的就去。啊，所以伫2000年迄阵着金曲奖了后吼，着唱片公司嘛改组嘛，着招小虎队啦，哦，福定嘛写真足赞的歌，趁食人吼，花世界聚旅会，啊，所以小福定嘛是一个足关怀社会一个台语歌的创作者，我着招伊，大家招一，啊，佮招鼓手、起步吉他招的，啊，因为真侪原住民的地区拢真需要办音乐会、音乐教育营，啊，所以阮着定定去，所以10几档收一个就过啊，嘛差不多去上少100几个所在哦。啊，对于原住民的所在嘛，做真侪学习啦。咱普通时住都市嘛，压杂嘛。你去到原住民的所在，好山、好水、好空气，啊，大家小朋友吼，天真的笑容吼，你就感觉吼，你的生命真有意义。啊，你家己贡献你一点点啊，会晓弹吉他，会晓唱歌，下面做伙斗阵吼，你的生命佮继续往头前行落去。所以迄10几档我是真珍惜。真正去到遮的部落唱歌是欢喜、会感动、会过瘾。毋过，这款的生活的环境，包含你家己的收入，甲当时身为低头皮唱的念歌，差足大坎对无？差足大坎啦！啊，所以好佳在迄阵伫低头皮的时期，可能我趁袂少吼。啊，咱若无学白啥物投资房地产啦，投资股票就慢慢啊用吼。啊，久久啊嘛是有朋友叫阮去唱歌，7月一个活动，电台、电视哩哩酷酷吼，会得过啦。感恩会得过，我的新的专辑内底写到某一个所在，就写一句感恩会得过，吼，啊，就写过，啊，就真正代表我即摆的心情啦。我会记得伫某年的时阵，共时阵咧主持电视节目，主持2个，电台主持3个，啊，逐个月某年佫有互阮基本的生活费用，啊，佫演出佫有钱。一个月可能有20-30万的收入无，所以我昨咧买唱片吼，对我好朋友成品音乐55章吼，伊是一卡箱仔放伫遐，啊，若进啥物会就牵一袋入去，啊，即马得要满来就敲电话，朱叶信，这个快满了来，我连看都无看，结销2-3万、3-4万，啊去啊就听，所以我即马有一大区吼，到底听啥我嘛毋知，就学白买就对啦。所以好佳在敢若留咧买音乐尔吼，其实咧做音乐朋友啊，你若加减啊问吼。规年通天年收入的嘛袂少呢，啊真侪人可能嘛转行啦，啊所以咱真正感恩会得过吼，啊搁久啊果真叫咱来一个吼，不无小补啦，欢喜，感恩。
哒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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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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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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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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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饭啊若是红的时，请为我吟一首诗。旧年一时啊，爱着寂寞的心。若是红的时哦，请为我吟一首诗哦。旧年一时歹着寂寞的心，充满祝福的行李哦，北国异乡的城市哦，欢喜甲咱三人过三更。读册咧，佚佗咧，谈天说地，烧酒是假期哦。手边饭啊，酒水的是，大家拢嘛这呢水，心情心花拢照开哦。因为知心又知己哦，生活有香味，生命有欢喜。来咧故乡目一个年，已经过一年哦。破边的厝院倒在平床，想起斗阵的日子啊，又搁同款的秋天，饭啊又搁红的时，请为我吟一首诗好无？饭仔红之时，就是我献一张卡片，面顶是阮义工教会第一任的牧师柯天贤牧师。啊，柯天牧师在迄阵因为创诗明德，互掠去关，所以是一个非常挺台湾、佮付出行动的人。柯天牧师最爱写诗，爱定定写诗，啊，就做成卡片，佮附笔送互真侪好朋友。我就晓得这张卡片是可能20-30当前。我看迄个卡片就目眶红啦，因为柯牧师已经到天国去啊吼。啊，伊咧写讲，伊站去加拿大吼，啊，加拿大饭仔树足水嘛吼，啊，伊就写迄个过程，所以我就甲即个歌，就从咱清冰箱清着卡片，爱为了即个卡片写一条歌落来。啊，了因我就联络牧师娘吼，啊嘛是牧师啊，潘牧师，甲讲我甲柯牧师的歌哦写做，啊嘛邀请伊来演唱会，伊嘛足欢喜啦。所以这个故事是安尼来。啊，我对柯牧师嘛足侪学习啦。柯牧师足我唱台语歌。我大学1年为着要去比赛学校的，真趣味哦！学校有吉他社嘛，所以有民谣吉他比赛。有另外一个吼，毋知是台语社办的还是安怎，叫做台语歌谣比赛。你去就规定爱唱台语。我伫大学1年吼，会晓唱的台语歌真少，我就走去请教柯天贤牧师，伊就教我。啊，尾仔阮就经即个江边小别去唱，哦，啊有日佳作啦，佳作尔啦，佳作较后壁啦，所以我对。即个柯天牧师吼是生活上的学习，啊，甲伊即个台语，啊，甲诗、甲词的学习吼，拢有真大学习。所以写即个歌来怀念我所敬听的柯天贤牧师啦。我嘛知影讲，迄个时阵少年的时阵吼，若是真侪话拢藏袂掉，定定咧得失人啦。看不惯的，咱比如讲，细汉的时阵都较刺牙牙，即马有岁啊吼，较温和啦。我迄日去录一个影吼，化妆的这个老师吼讲，朱老师，我30年前就画过你。你那时候看起来比较凶，现在看起来很温和。所以起码我较后悔啊。但是咱其实吼，
要改革社会，也是要做教育吼。颠倒有人时啊，无一定啊用刺牙牙的方式啦吼，就是讲咱嘛会当用各种的方式就迄阮教会人叫做感谢主啦。伊创造的人吼，有温和的人，有刺牙牙的人，有人时啊一寡特殊的方式吼，像耶稣嘛捌冰岛啊吼，但是耶稣嘛足疼惜真侪艰苦人陪伴伊，嘛无一定有讲话甲教示，就陪伴尔，无讲半句话。所以我有经过真侪过程，对刺牙牙、冰岛大声骂甲电视节目、电台拢无要互我去。该得势的拢得势了了。唱片，我这神经病吼，迄主流的唱片公司出的嘛。你讲较早的水晶唱片，人无要放，迄理所当然。已经到地上啊，我是神经病的 CD 寄到电台，结果去用胶带粘起来，面顶写不播，已经无什么出版法啦，嘛无禁歌啊。我的唱片去用粘掉，无你家己主动甲你禁。迄个警种自在我心中的迄个情形啦。但是咱即摆嘛鼓励少年的吼，爱经过各种时期。你若该刺牙牙，你就刺牙牙；该受气就受气。该得势的拢该得势该得势就甲得势。等到老啊，你回想，你有这个过程，拢是你生命的养分啦。有真侪话，若毋是你讲吼，可能别人拢会吞落。无论讲是社会上咱较早咧演迄个戒严时代独裁政党。是讲我所在，老师有真侪迄落大型音乐表演，伊互你的费用真有限，嘛干那你敢讲？讲这无公平，是安那有的人会当摕遮济，我摕遮少，结果吼人后摆连叫都毋甲咱叫，你想起来敢会后悔？当然有，当然我经过这个唱片公司的那较主流的头家就会讲，朱老师，你很有音乐才华，不要碰政治啦，那个我们关心就好了啦，咱嘛毋是挑工要迄类啊啦，迄个太阳花运动就可以正敲电话给我，猪头皮来唱一下啦，就去啊，过日就爱有头家骂啊，咱就爱会承受会调有迄经教头教我都迄类啊，有时咱食饭工课的重要性，都无一定会重要过讲去甲遐先做一个支持安尼嘛所以到遐踏地地拢有经过，嘛毋是咱挑工什物外正义感，咱看头前遮陈定南、陈菊、施明德遮行过遮个路，咱敢有为一支骹毛对无？所以咱是军队军队有机会有一点点正义感通去实现，互后辈嘛有机会通去讲两句咱迄个所以咱无影讲有真侪乌日上拄着我讲，哇，地老陪你足强诶！其实像讲。我伫迄李应元的暗会唱《台北一只狗》，其实嘛无啥物批评，我是咧搞笑、趣味啦，就是好耍啦。所以有人时是不知不觉做一寡迄个做负面的示范即个煞雄雄变做历史上重要的时刻有人时历史上真重要的改革是安尼来的，毋是挑工的。对无？硬要种树种袂起来，无代无志树规排，有人时是无挑工的。我今日咧回想我人生，嘛无讲话是挑工，你硬要安怎就安怎。足侪时阵有真侪恁科下来遮个朋友伴甲你行无共路，人家真好过。我所在有迄个足出名世界性乐团，台湾嘛去甲阿扁唱歌嘛是咧排，人即摆嘛毋敢讲安尼。每一个人的选择啦。就是伊选择讲到底要安尼其实一个唱片其实除了写歌写词的，佮有唱片公司的头家、客户人员、宣传人员整整嘛。所以你若是讲你要做这个物件，你要表达你的心声，但是如果你要表达你的正义感，你就感觉应该安怎就去做。若去影响到头家公司的收入，嘛同时阵去影响到。你的同仁辛苦咧做宣传、做客户，安尼咱嘛毋甘啦。其实上帝派我去主流的唱片公司嘛，真侪学习，真侪我去校演讲的时候，真侪小朋友会问啊，老师，你以前在水晶唱片的时候比较无忧无虑嘛，要做什么歌都可以做。那之后如果去滚石唱片的话，我拢甲因鼓励啦，就是讲，如果你去比赛，有大间唱片公司要甲你签，因为伊大间出较侪钱，所以一定会改你的歌，一定会要求。你会当决定卖，我要保持我这个歌我无用改像山林就是安尼，大间唱片公司要甲签伊卖，但是你嘛会当当做你人生的功课，你勇敢入去，人也要甲你要求，要甲你改，你得思考看卖，当做你人生的功课去学习，
嘛毋是讲绝对毋对啦。什么向商业市场妥协啦，什么无即种啦，因为迄是别人咧看嘛，但你心内清楚。你即马暂时若是讲放较歹企业业头前踏一步出去，慢慢一步两步三步，可能过10档20档，你的理想才实现啦。但是你是慢慢吼。向着头前微微啊光安尼行出去吼，或者是你到唱片公司要甲你要求你买，安尼你嘛真有贡献。啊，所以即款嘛真有贡献，迄款嘛真有贡献。咱千万唔通即款就讲迄款啊，为了商业妥协啊，啥物货？即款嘛唔通笑遐讲啊，恁这个企业也袂晓做人，你就唔知影讲代志，都要一步一步慢慢来。逐项物件拢有伊的功能啦。要宪政改革，要通过一个同志婚姻法，拢经过足侪时间，当啊瞧，有人感觉伤紧，有人感觉伤慢。啊，台湾是当时才有新的宪法，但是有真侪人吼，安尼点慢慢啊咧努力，拢有啦。啊，所以咱是希望讲啊，咱的人生有真侪学习无共款的阶段啦。老师开讲来到这，我看拜托你，30年来有足侪作品，讲一条啊，代表现主席的心情，过来甲阮点一下好无？我现主席的心情就是吼，啊做。人生行到这个坎站，嘛食到这么有岁，啊，过来到底是要怎样？若是你感觉咱唱的歌，加减甲听2条，可会听一个话。感恩大家，搁听我唱2条歌。歌若听了有好听，佮继续甲咱捧场感恩啦，感恩大家，互阮有机会佮继续咧操蛋啦，感谢天地，感谢上帝，感谢你。我心情正经就是感谢大家啦，较早有甲我骂过，我佮特别感谢呢，因为伊甲我骂，我才有机会来反省嘛。有甲我学乐过，我嘛足感谢。所以吼，歌迷朋友啊，你若感觉低头皮、猪头皮、自约信，有啥物你无满意的所在？顾在你咧，吼，顾在你甲错，吼，啊，未来凡事咱都会改良。嘿，什么？朱老师你好厉害哦！哦，这个怎么样？迄拢唔免，迄我知啦。感恩，真正老师诚意感谢。感恩。你的歌词讲，翁行某对，某对翁行，你爱继续行，互阮继续对。敢若生人袂生囝。哎，邀请老师来，伫心所爱歌感恩。印一个，甲世界电台明星同款，互阮流传的手艺。好，来，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llywood Boulevard。吹嘞！好，赞爽。今仔你来才敢讲，这里吼，听到你的歌，人会爽。爽，唱歌就唱好爽，唱好勇，唱好痛。安尼老师，你爱定定来，定定互所有观众朋友来爽一下。若佫有机会有欠卡吼，随时叫，下早叫下晡到，吼，我无博弈啦。感谢感猪恩，朱玉信，猪头皮老师来甲咱开讲。感谢。心所爱歌下回，搁再来开讲。老师多谢。国政啊，感谢，谢谢。